真香。老大，你这偷鸡摸狗的本事还真不错呀。注意啊，我不是偷的，我在农户的鸡窝里放了一锭碎银子呢。得了吧，不告而取就是偷。行，我偷的，待会儿你别吃啊。丽萍娘娘，来，好香啊！来吃吧，吃完了这儿还有啊，接着来。哎，我的呢？你的？你刚才不说了吗？这是偷的，你就别吃了呗，要不然就跟我们分赃了。不是，哇，主子，您先用我这份儿吧。你看看，这碗心好。来，丽萍娘娘，来。好，好好吃。老大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。那当然了，我从小学别的不精，但是我以前有个师傅，他是前明的厨子，是最有名的厨子，所以我跟他学习的时候可认真了。前明最有名的厨子，御厨啊。主子，千万别听玉环瞎说，那个教咱们做饭的师傅，不过是在大户人家掌过勺而已。是啊，我不吹牛嘛，别戳穿我呀。不好，有大批人马追过来了。你怎么听到的？等你耳朵听到时，那就晚了。四面八方都有人追过来，我们被包围了。什么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突围啊？这批人武功不弱，人数众多，若强行突围的话，恐怕难护主子周全。幸好我做的人皮面具还在，只能用之前的办法了。我找一个侍卫兄弟扮成主子的模样，我们先引开追兵，东西都不要带了，赶紧撤离。好吧。陆小弟，他们为什么都黑衣蒙面啊？他们不是刘德昭手下的官兵吗？刘德昭应该是想嫁祸给牛角寨上的山匪，所以都不让手下暴露身份。封禁！是这样吗？好狠啊！抓住楼下的那个姓李的！